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和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咱今日要做伙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1到15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伊家己建立，也牧养过的一间教会，伊真了解教会信徒因实际面对的问题和困境，所以伊伫这张批信内面用真侪篇幅来讨论教会生活内底实际上会发生这个问题。对因做一个真具体的教导。头前咱所读过的第8章，保罗有讨论关系食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同时嘛有讲到基督徒的自由。接续的第9章，保罗伊借着家己因为福音的缘故，愿意放下伊做一个使徒应该有的权利这款的模范，来提醒所有的信徒，虽然有自由，但是无应该乌白使用这个自由。第10章，保罗伊搁一解，转来到食这个拜偶像的食物这款的问题，进一步来讨论。一开始的第1节到第5节，保罗伊通过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伫旷野漂流的这段历史的事件来做一个说明。遐背逆上帝的人，因虽然有受洗和领受灵的食物玛纳，但是并袂当互因来闪避上帝的刑罚。因最后拢死伫旷野。同款，基督徒嘛无应该将接受洗礼和领受圣餐当作是会当闪避将来的审判的一个保障。人若要避免互上帝来审判，而且佫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那安尼就必须爱离开上帝所无欢喜这个代志。特别咱爱注意的是，在第2节所讲的受洗是一款譬喻的讲法。讲当时的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伫分条的带领下面来脱离做奴隶的埃及地，来归伫摩西的领导下面，就那亲像即摆基督徒通过接受洗礼来归属伫基督。保罗通过这个譬喻，在提醒所有的信徒，受洗了后，并是着得到一个护身符。受洗了后，等于是爱时时自我来提醒。尽力来离开这所有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包括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上帝、发怨言等等。当面对环境内各款的试炼的时，嘛搁爱较谨慎、较小心，唔通伫信仰顶面来跋倒。信心时时真做咱的提醒甲帮赞，互咱拢会当离开歹代，迎光上帝利益人。